台南市议会第4届第9次临时会定数委员会由议长柯丽丽主持，委员林志典副议长、蔡耀辉、陈秋红、周家伟、陈坤和、林冠伟、尹爱达里等议员共同出席。府方代表由副市长赵清惠率各局处首长列席讨论，其中对着丹纳斯洪台，市长因为提专案报告日期，议员也做出建议。到现在3个礼拜了，倒是整个路面、街面还有很大堆的问题，还有大堆的树木、杂木、瓦片，什么都还没有清。那我们也想要知道市长跟我们各局处听听看你们的说法。为什么无法度在第一时间？那我想专案报告的时间真的是太短了。为什么我们灾区的议员有很多的问题要请教？是不是能够列整体的专案报告？建议咱8月7号，上午天气审计室开始审核报告，交要审的作为预算，这个该交启动专案报告，把这引导，整天呐。很多的议员，他们对于灾区也好，非灾区也好，延伸出来的很多的我们的市政建设，亦或者是说我们受灾户，他们有一些要让我们的市政府或者是说中央知道的。那所以我们8月7号星期四的议事日程，我们上下午议程也是改成市长专案报告。为何议员有充分的时间，甲市府团队沟通讨论，常委会调整部分的议程。8月7号专工进行丹纳斯洪台专案报告。议会这次总共讨论44件提案，其中41案为垫付款案，一般提案、总决算审核报告以及市法规案各一案，垫付预算总计4亿5265万1000块。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。